你穿这个还挺好看的。李雪姬，不要笑。你要不喜欢，你就脱了呀。十一，这样的日子也太好了吧，我都想一直这样了。那以后就一直这样。我今天不想走了。什么？哦，我说我睡客厅。哦。十一，不要走。你说什么？别走。什么？不要走。是你不让我走的啊？哎呀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昨天晚上求我在这里陪你的呀？我怎么不记得？我有证据啊！你看，十一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不要走。好美呀！顾十一，请问这个世界上谁是最漂亮的人呢？李雪姬。那请问这个世界上你最爱的人是谁呢？李雪姬。哎呀，晚
干嘛？好删了吧？哎呀，你干嘛啦？删掉。不行，太丑了。哪丑啊，多可爱呀！你这真情流露，你知道吗？我会一辈子珍藏的。对了，我下午要去公司一趟，出了一点事情，社长对我挺好的。那我陪你一起去吗？不用了，你昨晚都没睡好，你还是去睡觉吧。哎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又没搬走，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那个，你先说。你先说吧。前女友挺漂亮的，不如你漂亮。挺有魅力的。不如你。你是在故意气我吗？面包蟹，你生气的时候特别可爱。你之前不愿意见我，为什么突然改变意愿了？这里太无聊了，这里的人都太没趣了，我连说话的人都找不到。所以你见我是因为无聊？是啊，太无聊了。